2025年香港花卉展覽盛大開幕，幾十個國家嘅精美盆栽展現花卉嘅無窮魅力，迷人嘅花藝擺設，色彩繽紛嘅園景設計，俾嚟睇嘅人沉浸喺不一樣嘅夢幻世界。呢次嘅花卉展覽用咗秋櫻做主題，名為綻放櫻姿，展現咗佢哋嘅優雅同埋活力。秋櫻顏色鮮豔，層層花瓣喺微風中跳舞，傳遞住生命嘅力量，洋溢住芬芳。夜幕降臨，大自然嘅禮物喺柔和燈光下面悄然綻放，氣氛浪漫又迷人。燈光照住每塊葉同埋啲花，靜物同美好交融，令人沉醉喺自然嘅詩意裏面。花嘅造型好多款，由圓潤嘅球狀去到細長嘅管狀，展現出獨特又非一般嘅美感。有啲花好似柔滑嘅絲綢，條邊微微彎曲，傳遞住溫柔氣息，好似同大自然講緊嘢。美洲探險之旅，帶你踏上一段古代文明嘅奇妙旅程，感受佢嘅璀璨同神秘。圖騰象徵住部落嘅歷史、信仰同價值觀，具有獨特嘅美感，同時係祝福嘅嘢。印加文化展現出印加人對自然嘅崇拜，俾人體驗到印加古老高原嘅魅力。色彩唔單止係視覺享受，亦都係傳遞緊情感同意義，象徵住熱情同希望。當啲花綻放嘅瞬間，好似跳舞嘅人翩翩起舞，充滿期待同驚喜，展現自信。非洲獵奇園林造景，一隻栩栩如生嘅大猩猩，身形健壯，表情靈動，吸引啲人目光。河馬悠閒地微微張開個口，露出一個可愛嘅微笑，令人忍唔住望多幾眼。蜿蜒嘅蛇靜靜蠕動，增添咗唔少神秘感。獨特嘅形狀同花卉形成鮮明嘅對比。獅子展現出非洲草原嘅威嚴，象徵住力量同勇氣，讓呢個園林充滿原始魅力。色彩係花引人入勝嘅特徵，熱烈嘅紅，清新嘅黃，柔和嘅白，令人目不暇給。展現尖銳角度嘅花，帶嚟無限力量嘅感覺，好似話俾人聽，佢哋存在喺每個角落。花嘅魅力同埋香氣無法抵擋，成為視線嘅焦點，帶俾大家片刻嘅寧靜同感動。環遊亞洲嘅園林造景，係一場跨越文化嘅視覺享受，俾人感受到濃厚嘅特色地方風情。色彩斑斕嘅花卉，綠意安然嘅背景，互相輝映，流露出亞洲園林嘅靈性同韻味。浪遊歐洲園林造景，帶你入去夢幻嘅美麗歐洲小鎮。嗰度充滿迷人嘅風情，荷蘭風車嘅身影悄然出現，配搭周圍色彩繽紛嘅花田，令人陶醉到流連忘返。英式花園典雅動人，令人想喺呢塊綠油油嘅草地上面漫步，感受英倫氣息。轉角嗰度，夢幻嘅希臘藍白色小屋，俾人感受到地中海溫暖嘅陽光同悠閒。法國薰衣草田，香氣撲面而來，紫色花海喺燈光底下，有一種如詩如畫嘅感覺。燈光效果
使到每個園林造景光彩照人，好似夢幻仙境，營造出迷人嘅氣氛。啲人漫步其中，幻想自己置身仙境，感受到自然同科學嘅完美結合，心靈愉悅。2025年花展唔單止係花卉嘅盛宴，更加係視覺同心靈嘅享受，叫人難忘。